他们就是演舞者，就是原住民舞蹈团界里面的云门舞集，就走那种高质感路线，就去那边去做。那我在他们在舞团里面我也算很特殊，因为在舞团里面收的都是一些在都市卫区生活的一些长辈或年轻人，那只有我这么一个年轻人会做编织，然后我也会编一些花环。花环是后来就是台湾那阵子都在国宴的时候都用一些台湾本土的文化，像有用台南的小吃有没有？看有一年的国宴就用原住民当主题，原住民要当主题，那菜都有，可是就是没有一些装饰，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编花环的，而且是要鲜花的，就是传统那种鲜花，而且要用麻绳，就这个麻绳，这个就是要这种传统的编法，因为国宴嘛，来的都是国家的外宾。我说他们找到我这边来了，我一个年轻人啊，你知道麻绳是用手这样搓的吗？就搓一搓啊，我的大腿的毛都搓到麻绳里面去了。然后，而且他们一次要求100个，你知道100个鲜花会凋谢的，你没有办法提早1个礼拜做，就当天只能当天开始做，然后马上就开始编，只有我一个年轻人，然后。有些材料还在台北找不到，就是这个叶子它是从台东寄上来，坐飞机来的哦，因为会死掉，你知道吗？一天会坐飞机，然后满天星啊，这个都是台北才有，就可以买到的花很少，只能这样，因为100个数量实在是太大，就这样编，然后编好啊，然后就一个人，这是我哦，不是阿公哦，我编完就给他们，然后编完就给他们戴在那些外宾的头上，我就在想象。哇，因为那时候编的时候很辛苦嘛，然后可是当这些花环戴到那些斐济的我们总统的头上时，我在想说他们会不会发现我的腿毛？但是这是从脚上面编上来的，我觉得哇，怎么会这样？也太神奇了吧！不过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做了这种事情可以，就是那个跟部落，我在部落看到的，跟我现在在后来做这些事情的一个感觉，就是原住民的质感怎么落差这么大？那当然那个经济的价值的落差也很大，很便宜，然后到这么高档，怎么会这样？我想一样的事情啊，老人家做跟年轻人做，总会不一样，而且重点是我跟老人家学的，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些文化的东西啊，如果你没有拿来用，它就没有用，没有用就会不见。好一点的放在博物馆，对，放在博物馆。我大概会是那种阿美族最后一个会编织的男人，放在博物馆的橱窗里面，然后在编，然后还有一些外来的客人来敲玻璃要拍照，会不会？如果我是这样的话，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会的话，会不会就变那样？我在想象这件事情啊，因为。就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用，就真的就会不见。然后我说不要只有我会，我需要这些弟弟妹妹、年轻人都会，因为政府花很多钱啊，只会在保存，就是保存它记录老人家的歌谣，记录老人家的故事，或者是他们会的手工艺品，可是就等于那些老人家去世啊，那些东西文献就搬到博物馆或搬到哪里，就这样子。对，我觉得对我们下一代，或者是更多很喜欢原住民文化的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要用。第一个想要做的就是想要带部落的弟弟妹妹跟我一起学习，他们很妙，就是我这个时代啊，其实部落再怎么坏，就是有的产业就是撞球场跟电动玩具厂，可是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是已经有网咖了，只要小小的荧幕啊，上网啊。网咖进去，他就跟世界接轨，所以他根本不理他现在周边有些你说那文化资产很珍贵，或是自然环境条件很好，就可是他们只要上网，在网络上迷惑了，他们就回不来，跟他们会一直想往外面跑，所以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啊，反正我唱歌嘛，我就是经营我自己的表演，就用演唱会的钱，然后去来做，带这些弟弟妹妹做这些传统活动，然后女生就开始学夜逃编。有时候听一些歌啊，讲一些故事啊。男生的话，我们靠海，所以会有很多海边的一些技能，然后在山上也有一些。但我是表演者，所以我希望说，弟弟妹妹也可以跟着我一起表演。如果他们还有一些有表演天分的话，我就这样教他们。我在部落大概就这个样子，然后也希望他们开眼界，所以有认识一些艺人朋友都想要带回去。
然后给这些弟弟妹妹一些鼓励，他们在唱丰年祭的时候样子，都很特别。大概你在别的部落里面看的丰年祭里面看得到有超过200多位的年轻人。一般的丰年祭大家都是老人家，60岁以上跟6岁以下的。你去看的丰年祭，对，这几年慢慢的，但我一开始我的能力有限，我没有知名度，我开一个演唱会也没有多少人会来买票，然后就用这种方式慢慢经营。